迄个玉组咧，玉组内底当中咧，玉组多经啦，当然咧，伊的迄个师兄咧，当然咧，伊迄阵仔当中咧，伊讲咧，咱即马是虽然得到迄个顿法，但是爱渐修。虽然咧，当然看是无啥物烦，但是咧，咱要当讲心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死是金不切，有四者顶来。当然咧，每一个人拢爱对这开始修起，这是一个渐修的一个功夫啦。这是一个渐修的功夫。但是咧，当然咧，你讲无污量，你讲无执着，敢有可能？一定有啦，加减拢有啦。当然咧，对一件无好势当中，有些咧，就会好好来甲下功夫。当然咧，一工咧，咱有哪会当咧，见着问题。当然咧，这个部分咧，当然咧，这个是咱迄个大学的功夫内底咧，急不滴滴，急不咧是咱有心运，咱有执着，有遐个物件，执着心，遐个种咧，遐个无正见的心，这拢是啥？拢是无好。咱讲是迄个本色些啥，拢爱甲扫除清去。当然咧，这叫做很多互我讲迄个清咧，当然咧是一个方法。他要清的是一个方法，就是一个策略，就是一个步骤。内底有啥功夫配合，种种这个当中的汇集，做伙的时阵咧，咱会当落去下功夫。所以讲咧，这个部分咧，当然咧是安尼啦伊我看过迄个啥咧，当然咱在家修咧，当然伊加入的当中负担会较大。所以讲咧，甚至咧，有来些咱了解认清迄个拖累因缘了后，当然一定啥咧，咱讲奋发向上，爱啥咧付出，比别人搁较用心的一寡时间精神。当然咧，最主要是安尼啦，最主要是讲真正迄个空老处讲讲，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当然咧，爱看较远的，目标，目标定出来当中咧，讲这个目标前进，这是互我一个感觉啦。因为互我用咧，无用投影片啦，要用是讲这个当中咧，来叫咱做一个学习啦。当然咧，可能有若无够完善。当然以后咧，当然互我就用投影片来叫咱做一个学习。当然咧，这个当中咧有足济爱去经过咧，爱甲迄个做一个落去修正的所在啦。当然咧，用咧叫咱谈谈处处咧，叫咱到遮有不足的所在，发觉咱这本书，以求咱各位前人咧，互我做一个指教。最后祝咱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